湾东科技大学积极推动电竞教育，伫暑假嘛推出微学分课程，邀请学校电竞队、企业家以及防疫伫厝内学生做伙伫线顶开战。你伫学校所有人装扮成绝地求生游戏的服装，增加现场战斗气氛。特别是，这不只是一场比赛，嘛希望做公益，也是用输的分数来捐赠酸影当做奖品，输愈多就捐愈多。所以最后调工输的企业家吴新柔，伫学校副主任陪同两个人前往肉质农家来亲自采买，把呼吁民众小停当钓时的酸影。对我来说，这是一个故意输的比赛，但要赢那么厉害跟专业的选手，实在也不是那么容易哈。本次活动是要告诉大家，台南芒果的季节已经开始。疫情期间，请大家多关注跟照顾台南的学子与农民。台南玉井跟南化的芒果香甜又肥美，多吃水果有益健康哦。各位好啊，我们今天来到玉井买芒果哈，这个是我们班同学雅婷家种的芒果。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哈，目前的这个销售哈不是很好，所以我们在想说，我们可不可以把芒果拿来当成这个电竞赛的一个奖品好。那我们打这个绝地求生，那其实这些芒果农在这一阵子也都在求生哈。我们非常高兴企业响应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哈。这款电竞游戏创新的三学合作来做爱心，嘛让农家的学生相当感动。我读电竞系很骄傲，然后也很谢谢老师办这次的活动，让我们有机会可以推广我们家的芒果这样子，然后也希望大家吃到我们的芒果可以很快乐、很幸福这样。谢谢你们。湾东科技大学表示，电竞游戏嘛是另外一种形态运动精神。这回疫情期间，让学生伫厝内耍电动，除了有学分，也阁有机会做爱心，一举数得。台南新闻郭文吉采访报道。